10月29是世界中风日，国健署讲，台湾中风伫10大死因当中是排第5名。也毋过根据世界中风组织的资料，其实这当中有9成拢是会当预防的。所以国健署就呼吁民众爱了解中风的风险，量早做准备。慢性病甲脑中风有啥物关系呢？台湾中风学会指出，若民众有糖尿病、高血压、食薰，也是血油的问题，就要加注意。这些拢包括伫造成脑中风的8大风险当中。国内的10大死因，其中中风排第5名，当年造成1.2万人死亡，每42分钟就有7个人中风，是真需要预防的疾病。但是上无法度避免的风险，就是家族史。什么叫中风家族史？其实，如果家庭里面有人在年轻，我们讲50或者60岁前有心血管或者脑中风过，其实就是一个中风家族史。找出你有一个家族的遗传的基因，也可以就是早期的预防。当年10月29就是世界中风日，根据世界中风组织指出，有9成其实是会当预防的。国健署建议透过运动、健康的食食、定期量血压、血糖等等来避免中风。有患者分享讲，伊较早都是拢无咧注重健康，到中风了后才真正了解保养身体的重要性。我糖尿病呢，第一个吃药不好好吃，所以说我血糖一直都很高。听周主任的建议，不吃零食。因为我们一吃零食，血糖就会上升，所以你这一天都在血糖都高，所以说你就容易中风嘛，你血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国内当年中风的患者都43万多人，是不止啊多，对家属来讲嘛是沉重的负担。国健署呼吁民众会当利用卫福部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来分析家己的健康风险，量早预防。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